贵中嘅时节，乃迷上了天师脸书课，变成了多一个爱看戏家的粉丝，并且当乃在看 CQ 的时节，总会幻想自家是第一个的女主角，经历了一连串的精彩身法。所以在贵中选志愿的时节，就填了天涯天师课，那按照邱志勤，希望有专业先生嘅教导下。自家有朝一日做得成为一个亲切又出色的新闻演员。依婷啊，我等下要跟一个学长告白，你觉得要怎么办？我都写好了，可是我现在又没有勇气告白。不行啊，到时候他要带很多人来，然后又给很多人看我的情书。啊！好快哦，真的好快！6、5、4、3、2。演头陈亚群拿定入样机，呢個演出細模年老世代人被拍嘅同學。就會體驗高中天師天陽課上課嘅情形哦。第二鏡頭前面演的應不應該提起勇氣被拍嘅些什麼嘢，就係人家擺我去到職場體驗嘅主角，咪係當好表演嘅張子強。我們這一堂課的話就是微電影課，就是我們有分組，他們是大傳組的，那我們戲劇組就會跟大傳組的做一個配合，一起拍攝微電影的比賽或是作品。因為我是戲劇編導組的學生，那我們戲劇編導組不只是在舞台劇，因為舞台劇跟攝影機前面演出是不一樣的。好像有學校有這樣的資源，讓我們可以練習，有這種比賽，讓我們去實習，看看在電視機前面要怎麼做。冇錯，上個老戲劇演好，唔單止係動作老表情嘅展現，還會做得了解各種無窮樣表演舞台嘅需求。故說表演訓練課程就係自強稱好嘅，你係自用嘅表演輕重要嘅來源哦。我們這一堂課的話叫即興表演課，那我們即興表演課幾乎都是分組式的，因為在舞台劇上，你會有對話式的，都一定是2個人以上，那我們都要訓練如何在舞台上，萬一有同學忘詞或是忘動作之類的，我們就要學一個丟接。就是你丟我接，這樣子才不會乾在那邊，或者是做一個失敗的演出。其實這堂課對我的幫助很大，我們未來大學什麼的都是往舞台劇，那對於平常的基礎的訓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很喜歡這門課，對我的受益非常良多。對。他今年23歲，名字叫做蔣。做一個戲劇編導組嘅自強，寫劇本自然係天才好嘅課程之一。唔過當為表演，實少睇文字訓練嘅佢，面對到編劇世界，知道講壓力動態。好在佢冇當講因素哦，你聽到係請合適自家嘅創作方法。那我自己在寫劇本的時候，我都會自己一個人待在房間，然後把所有的聲音都關掉，然後閉着眼睛，靜下心來想。之前在練習寫劇本的話，我覺得是對演員更快地理解這個編劇在想什麼，然後我對自己的角色也能做出角色分析，更快地投入自己的角色裡面。在國中的時候填下電影電視科，其實是下很大的決心。我自己本身很愛看戲劇類的東西，然後其實我阿婆自己也很愛看電視，那我也很喜歡在他們面前表演自己，表演阿婆喜歡看的演員。為了讓阿婆在電視上看到我，還有我的爸媽，因為我爸爸媽媽都就是比較疼我，那他們也常常把我炫耀給同事，然後
那我也想要不让他们的炫耀浪费，那我要更努力的成为演员。对自强来讲，能摆想要做演艺事业，但且係自家嘅興趣，未帶定嘅份想要滿足全部家人對佢嘅期待。不過演藝事業一條路冇按好行，好在自強展現出來嘅企圖心，本人當演藝比其他開來一扇門。故所了解就特別邀請到有破譯票房好成績嘅天陽導演房朝亮親身來帶記，相信聽眾中的本自強有當難得嘅體驗哦。哦，你好，你好。所以你今天是来实习还是来试镜？你这样连话就讲不出来，等一下怎么试镜？那你先到比平常表演更紧张很多，真的很紧张，话都感觉会讲不好。这边很陌生，然后导演气势也很重，气场很大，会让人害怕。張報道嘅自強，就本導演嘅意思學到嘅，不過倆是咩輕緊張嘅哦，因為殺下來，佢隨就會面對人生當中第一擺嘅刺激。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好。我们是一个广告的试镜，你现在端的是一杯热咖啡。我先不告诉你这个咖啡是什么咖啡，好不好喝，我只要看你的表情，好不好？你用你的表情告诉我们，你喝这个咖啡的感觉是什么？结束了。哦，好。制作人有什么话？我觉得比较像舞台剧的演法。其实因为广告的东西，有时候还是要自然一点。你第一次闻的感觉，你是用嘴巴闻这个咖啡，因为我们一般闻你会这样，可是你懂我意思吗？再来，你一喝烫到那个感觉，如果我是一个商品，我要拍广告，人家会以为这个咖啡喝了一定会烫人，所以你这样的设定其实是多的。知道。你知道吗？你真的知道吗？知道。好，那你再做一次，还是怎么样？多试几种。好了。你全部是同样一个表情。我的意思是说，包含笑容都有很多层次跟不同的笑容给人家的感觉跟含义。一开始到现在，我觉得你都同样一种笑容。我觉得你可能不是很了解你自己，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子，你怎么样去呈现出对的或是最好的那个样子给别人看呢？我们现在这边有很多镜子，要不要这里借你10分钟？我的意思是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那我们下一个吧，来试镜的，对不对？也是咖啡，就真的很害怕，不知道要怎么做。我没想到表情有这么大的问题，可是平常自己练习都只是在练习讲话，念台词而已，所以挫折很大。人生當中當到嘅第一擺，總係會帶定實質還有實意來，好得身體同樂觀嘅自強，總係做得勇敢面對，未隨照定導演嘅要求，面對定驚嘅好好練習。不過緊張嘅感覺，實不知不覺嘅表現出來，未惹到導演唔歡喜哦。我可以接受不會，可是我沒有辦法接受不用心。我剛剛看到你喝個咖啡，眼睛飄來飄去，還瞄我這裡，還沒有，表示你太在乎其他的東西，你沒有沉浸進去那一杯咖啡到底喝的是什麼感覺。如果你想進這一行，你不專心不用心，根本別談了，因為競爭力太大，比你優秀的人很多。他跟我想象的差不多，還是一個非常新鮮人。
那他本身的那个值还很好，就觉得可能要加强他的一些，比如自信心，或是怎么样知道自己的优点，然后把它表现出来。那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东西。我现在给你有台词的，可以吗？可以。哦，因为你今天来就是来学习嘛。那我就趁这个机会，我们先来看看你背了台词之后演出来的感觉是怎么样。这个是之前《大喜临门》里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场戏。等一下你演林心如演的那个角色淑芬。要我像这样子的付出，我想把自己的幸福和孩子交给一个一辈子都不愿意剥下的男人。重来，再给你5分钟。从这一点我就知道你没有看进去。会骂人一定是我做不好，没有达到他的要求，觉得这个工作不轻松。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好，会紧张吗？不会啊。不会，很好啊。你要椅子还是站着？你要站着还是坐着？站着就好了。为什么？我看的上面给我的感觉是站着。是吗？我感觉啦。他这个剧情，你看前面当然是觉得他是站着，可是实际上你没有看到后面。他前面是 OS， 然后后面其实他是跟爸爸妈妈、奶奶坐着在吃饭的。啊，吃饭是站着还是坐着？坐着。对啊，所以我跟你讲，重来，再给你5分钟。从这一点我就知道你没有看进去。我刚刚有讲有问题要问啊。对。你告诉我你准备好，你有看进去，我完全不相信。你浪费我20分钟，再重来一次吧。我再给你5分钟，你5分钟好自己上来叫我。好。在学校的时候没有这样个别要骂，而且在学校的时候，就算被骂，但是同学都还在。我本来就是觉得这个工作不轻松，会骂人一定是我做不好，或是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没有更仔细的去看剧本里面的细节，然后平常自己训练的也不够，因为学校就这样子，然后演的好不好，其实你就只是跟那几个人比，没办法这样走去外面知道你到底是多烂，就是太瑕疵在那个小空间里面了。因为是梦想，所以在意之后，脑袋就空白了，想太多了，没办法放轻松去回答。面對到導演同直接嘅批評，本題擺入到職場空體驗嘅自強，自然當然成熟，唔過了就會真實職場嘅面貌。啲自強原定目的繼續練習嘅時節，其實最動力嘅導演早早就啲順風進來觀察佢咧。交給一個連蝦子殼都不願意剝的男人，以前的女人全靠男人。辛苦就只是為了這個家，半夜洗衣服，這種付出，我真的做不到。其實坦白講，從頭到尾我都沒有生氣，因為我只是故意塑造那個情境，讓他面對以後他可能到職場上，他會面對的一些情況。演藝圈來講，它是一個很現實，而且分秒必爭，每一分每一秒很可能都是製作單位的很高的成本。每一個表現其實承載的是
有无数人在背后或是在幕前共同的付出，不管他的时间或是别人的好的表现，因为你的不好就瓦解了，都有可能。所以我有点故意的设计那样的情境，让子晴去了解，就是说，你接收到一个演出的机会，或是拿到一个剧本，你要非常的投入，你要非常的专心用心，你要拿出最好的态度跟专注力去珍惜这样的一个表演的机会。或许他会觉得很凶的一个感觉，实际上那个凶还不到真正拍戏的1/4。交给一个连虾子壳都不愿意剥的男人。以前的女人全部都只靠男人，辛苦为了这个家。现在我已经有了能力，我可以用我的能力去养活我的孩子了。好，卡，你觉得呢？你在演戏，其实我觉得就是念完台词了。我的看法是这样哈，我觉得你已经了解那个情绪跟戏的内容，可是你没有层次，因为你今天很重要的，你演的是淑芬，所以你不是去解读表面的这个情况而已，你要去解读他的内心，他前面因为什么，现在因为什么，他希望未来什么，他的个性是怎么样的，你才有办法把他很自然而然由内心把它表演出来。我们一般注意到了可能是影像，表情演得好不好什么，可是声音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有些时候我们不看影像，我们光听演员的声音，我们可以想象出来他那个剧情，因为声音也是有表情的。我发现子晴在这一部分好像比较弱。所以我就想说，我们下午刚好我们节目有到专业的录音室，有专业的配音员，有这样的一个观摩的机会，借由这个机会去加强自己在声音这个部分的表演。很多那种录音室、配音室有很多在地下室，因为它这样那隔音会比较好。这边就录音室，这边录音师他们音效师他们在这里操作，然后录的地方在另外这一间，要分开才不会干扰。Hello， 明珠你好，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学生子晴。Hello， 对，子晴你好。那我们今天上午已经有针对他表演的部分有交流过。那因为声音的演出，我想说你最专业，所以刚好你今天有工作，就带他来看你怎么录、怎么配。然后对于演头前要给讲嘅声什么嘢，就会做外景主持人，咪系专业客家配音员嘅陈明珠。佢咪系日拜导演特别安排，爱本自强做得好好认识，马介系声音表情、老表达层次嘅示范。啲男头演唔似向嘅人演谈，系全台湾清泰嘅合同户，咪系清江嘅高山户哦。第一次进来录音室，这些设备都第一次看到，然后也是第一次面对面看到那些幕后的配音，我觉得很专业。像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配旁白，算是整个节目要完成的最后一个流程了。那我们现在可以让你试试看，如果像是第一段，你会讲客家话吗？没有那么顺利，就是要标注音符号。先试1-2句，如果不 OK，你就用中文。位于南投县鱼池乡的日月潭是全台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最美的高山湖。对。好，那像你子晴，你刚才讲的是中文，对，可能有演讲比赛的时候，那是字正腔调，是一种表达方式。但其实，在行脚类节目的时候，有时候它可能要的调性不一样。那我可以试试看，如果这一段我讲客语，我会怎么念？好。啲南投演唔似向嘅人嘢談，係全台灣清泰嘅合同戶，咪係清江嘅高山湖哦。其实刚才短短一段话里面呢，除了该停顿的时候你要有停顿之外，然后你要让人家听了感觉不会很急。还有，你有发现其实我加一点小技巧下去，比如像结束的语气，或者说比较可爱的语气，譬如说，我就会念到这个句点的时候，就会说。两妹黑清讲给狗三府哦，这是让人家感觉是我在跟你说话，这是最美丽的高山湖哦。
最近几年来，就是你的音调也是要像跟人家讲话一样，是有层次的这样。我觉得明珠姐姐她天生的声音就很好听，然后她很顺。她其实有时候说她讲到卡的时候，我都有疑问。我觉得明明很顺，哪里卡了？然后气话也会说她声音有点不好听，然后叫她润喉。可是我听起来就感觉很好，很完美，就是这可能是专业的人才听得懂的啦。其实不管是演员、配音员、主持人，他这都是一个很长远的事业，一定会遇到挫折。所以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觉得要自我心态调整，对，告诉自己说你的理想是什么，你梦想是什么。可是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譬如说，我那时候要做在客家电视台当主持人，那我就是希望我以一个年轻人，我希望能够为客家人做事。我同时也希望我只听得懂客家话的外公外婆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所以我也为了这2个初衷，其实我路程当中走到今年要迈入第5年，也是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就像你刚才有看到姐姐私下的时候，很多预备会很辛苦，可是因为我们目标很明确，那有时候会挫折啊，会难过啊，可是你还是会，就是像人家都说嘛，就像一颗星星一样指引你方向，那你就是知道往哪里走这样。刚刚讲那一段话就是触动到我心里，因为总是在鼓励我的应该就是我家人，就是因为在最挫折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告诉我，没关系，再努力就好。在难过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拍拍肩膀安慰我，做我最大的支柱，因为他们是我家人。这个是我朋友开的餐厅哦。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外景节目的主持人，对不对？对。哦，那现在这个私密的厨房给你一个工作，给你一个机会去实习，就是让你充当外景美食节目的主持人。嗯。哦，看你好像还挑眉毛哎，应该是觉得很有准备、有口福的感觉，是不是？新鲜。哦，好，那講來之前對導演安排嘅日項考驗，唔單止動有興趣，亦動有信心喎。其實外景主持人對上愛演藝工作嘅自強來講，就係訓練臨場反應、老講話清學嘅機會。我就希望佢做得好好把握導演嘅用心，展現出自家親戰鬥嘅實力度。怎麼工作呢？老闆你好，你好，請問你現在是在做什麼料理呢？做你今天想要採訪我的這道鹽烤鯛魚哦，買一條很好的魚來就可以了。哦，那這魚是新鮮進來的嗎？等一下，咔，哦，我喊咔哦的意思是什麼？你知道嗎？你問了幾個笨問題啊，對不對？你問老闆，哎，這個魚新鮮嗎？老闆可能會賣不新鮮的魚嘛，對。就算是我也不會承認，對不對？所以你自己要去觀察，你知道嗎？哦，火鍋嗎？對，一個雞湯湯底的火鍋。這裡面有加了什麼料嗎？這個裡面啊？對，就是什麼雞湯塊之類的。好咖，你怎麼會去跟一個專業的廚師講你的雞湯是不是加雞湯塊？你是在說笑話嗎？媽媽跟我加雞湯塊。外景節目實境的採訪，就是最能夠表現出一個主持人也好，演員也好，他最能夠呈現出他那個本身的特質是什麼。所以我就想說，哎，讓子晴來試一下，因為他只是一個高2的學生，本來就不期望就是說他做一個外景的採訪，這一條魚他能夠把它介紹得多好，我本來就不期望這個，我期望的是從他在介紹這個魚好不好吃，跟老闆互動的過程當中，流露出那個他讓他覺得，哎，子晴撒得很可愛，哦，這也是我們在外景主持，其實很容易去看出這個主持人、這個藝人本身他的特質是什麼。對，那我希望就借由這樣的一個外景的採訪，讓他可以更認識自己，然後他也可以去多接觸，就是說不一樣的表演工作，有不一樣的專業，有不一樣要去注意到的東西。
子晴经过今天这样一整天的这个磨练，异于常人的磨练，我相信你应该收获满满，我希望说你以后呢，还是可以保持你现在有的这个纯真跟自然，然后真的要再专心用心一点去学习你表演部分的这个基本学能，那如果真的有心要走演艺圈这一条路，它是很辛苦的，那我相信你能够撑得下去。套一句这个节目最经常讲的这个 ending 就是子晴加油。基本你经历体验了作为一个演员跟身法，虽然被太讨厌，跟其实也都重物质，不过从物质当中学习挺多嘅东西，非常荣幸给太讨厌做哪个达人指导奶。虽然你们女性艰苦，不过这一点是到我们下面奶对全民演员嘅热情。